萧美琴访问欧洲了后呢，一个总统蔡英文今仔日早起接见泛欧立党的访问团，由欧洲议会对中国关系代表团包瑞汉来做一个带代表团。这成员包括着德国立党、德国国会友台小组成员等等，用实际行动来挺台湾。 我要感谢欧洲议会以及各位议员以实际的行动展现对台湾民主自由的肯定，并且持续强化支持台湾的力道。借这个机会，我也要感谢我们欧洲绿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Want to express our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re has to be a high level of solidarity between democracies in the face of a growing wave of authoritarianism, and Taiwan and us share democratic values, share human rights values, share the value of rule of law, and on that basis, we build our solidarity. 包瑞汉强调，这届来台湾是要学习台湾社会和人民安怎对抗假消息的威胁，也要探讨双方包括经济合作、政片合作等等的关系。对欧洲来讲，台湾对抗威权主权的经验是真重要，特别是台湾也是亚洲头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包瑞汉表示，欧洲议会有真侪团体拢一致同意挺台湾的立场。蔡英文强调，台湾会和理念相外的国家继续合作，共同维护民主自由、稳定。发展也个区域安全。